我决定用白 T 做出5种不同场合的穿搭。嗨，我是凯文，来到我们的 Style One 日常上班的造型。最简单的穿法就是白 T 搭配一点有正式感的圆领衬衫，下身呢选用合身的黑色西装9分裤，再露出一点点可爱的脚踝，配上一个白鞋，就是舒服。这里分享3个小技巧给各位。技巧1呢，就是你可以把上衣给扎起来，露出你的腰线，让你的腿看起来更修长。2，你可以把袖子卷到大概7分的长度，如果有手表的话，可以添加一个绅士感来着。技巧3就是你的衬衫的扣子只扣一半，不要给我全扣。衬衫的领口微微的翻出来，让你胸口的白 T 露出来，这样整体看起来灰熊有层次。干净的形象，相信你的办公室人员也可以大大的提升哦。Style 2， 朋友的聚会。那这种3、5朋友相聚的场合，不管你是在酒吧、餐厅，我们就是想要无所顾忌的放松，所以在穿着上我们会以舒适为主轴，所以我们就选用一个简单的白 T， 配上一个运动长裤，再以简单的色调做呼应。这种舒适的穿法呢，会让你的聚会灰熊轻松自在。那这里的裤子呢，我是选用一个叫做 Evelyn 的品牌的 Omni 运动长裤，因为呢我在运动的时候都会穿这条长裤。那我选用的长裤呢是一个台湾的品牌，叫做 Evelyn， 像我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呢，都会穿他们家的衣服来运动来着。所以他们有3种颜色，有沙漠色、酒红色跟黑色。那这里呢就是黑色跟沙漠色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 check it out。Style 3呢，就是我们要来初次约会可以穿这样子咯。那你有没有那种交友软体聊了好久，终于要见面了，想要留下好印象的经验呢？但是你就会开始很紧张，说我到底要穿什么？想要帅，但是又不能太浮夸。来挑选白 T， 还是不会出错啦。白 T 搭配黑色百褶裤，然后呢配上一套休闲一点的夹克，这样同时我们有一点时尚的品味，还有年轻感，但是又不会过于正式。Style 4， 我们来到了第4种咯，这个非常适合派对或者是正式晚餐的时候穿着。那基本上它的搭配只是白 T、西装外套、9分西装裤，还有我们的 Doc Martens。那我们用白 T 取代里面的衬衫，搭配成套的西装，最后用一点饰品点缀，所以这整个简单的色调、绅士的造型，不但造型感强烈，半正式的穿搭也可以让穿衣者不会绑手绑脚，魅力也会随之 up。最后呢，来到了我们的 Style 5， 户外露营聚会。这个场景实在是非常的有想象力啊！所以这里呢，我们使用一个白 T always， 然后有一个工装外套、卡其的工作裤，我们奔尼帽，还有多功能的机能背包来着，然后配上之前介绍过的 Nike Air Max Trice 96， 就是这个搭配啦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利用白 T 搭配出5种不同场合穿搭的影片啦，希望你喜欢，然后呢，也希望有帮助你跟你心仪的人约会的时候加分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。这个奔尼帽这个戴起来可以遮阳。